知萬詞人嘅驕傲係咩？就等我哋去問下啦。請問用一句話嚟講你嘅驕傲，你會點講呢？我嘅驕傲係我砌嘅 puzzle。我嘅驕傲係煮嘢食。我嘅驕傲就係有健康嘅身體。喺呢一間學校學到咁多知識。我最勁，踢波又勁，打保齡球又勁，教波又勁。我嘅驕傲係打籃球。我嘅驕傲係巴士。我嘅驕傲係運動項目。我嘅驕傲係跳舞咯。我嘅驕傲係幽默。我嘅驕傲係整甜品。呢個圖書館就係我嘅驕傲。我盡力做嘅嘢就係我嘅驕傲。我的驕傲啟用 Notion 網上展覽平台，至今已經踏入第3個學年，就讓 Notion 變成大家嘅時間囊，陪伴同見證住我哋嘅成長。你有你嘅驕傲，我有我嘅驕傲，今年仲新增咗每一班嘅驕傲，就等我哋一齊喺 Notion 上面展示我哋大家嘅驕傲。我嘅驕傲咧就係嚟到萬慈中學，咁因為萬慈中學咧同我嘅教育理念咧相當吻合嘅，我相信啦，希望能夠帶領團隊咧一齊去發展我哋萬慈中學嘅一個核心價值理念啦。